家好，我是立法委员管碧玲。2月21日，就是咱世界母语日搁到咯。今年的世界母语日，咱特别有较无共款的心情，因为咱过去做足侪打拼，足侪努力，但是咱国会也无过半，也毋是咱本土的政权在执政，所以足侪代志咱拢无法度好完成。比如讲，我有提案，也希望讲来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爱互咱所有的母语拢是国家语言，袂使讲哦，甲咱河洛话、客家话当作讲就是啥物地方的方言，北京话就叫做国语，这是咱无法度接受的。但是我即个法律吼，一届过一届，放伫立法院，因拢甲我平伫遐，我甲我插，我甲我处理。但是即边咱执政，国会过半，所以咱要安怎去发展咱家己的母语，变做是咱会当有足大的期待，嘛会讲是阮国会或者是讲民进党执政足大的责任。所以今年的世界母语日，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这条代志，心情特别无共款。还佫有以前咱文教基金会也好，或者是张副聚会长郑老师，大家一直在努力拍拼，就是要求讲你教育部伫国中爱互咱一节的必修，来学咱的母语，尤其是台语文，即满会使讲已经是足熟悉的语言啦。但是咱的教育部长还是拢无法度答应。蒋伟玲答应一半，人就走去刷落去，即个吴思华就足冷冰冰在对待咱即个期待。所以即摆新的教育部长还未出来，但是新的政府是咱本土的政府所以对即项代志，就是讲咱的囡仔伫国中爱甲国校共款，爱有1点钟的时间至少来学习因的母语。即条代志，我嘛感觉伫即边世界母语日的时阵，我特别感觉讲爱充满期待，爱真认真，佮继续去拍拼。母语是咱的祖先经过会使讲千千万万年开天辟地以来发展出来集体民族的智慧。因的世界观，因对宇宙的看法，因对土地、对生命，因的人生的铁盒，因所有的智慧拢伫内底。所以母语是足值得咱珍惜、足宝贵的资产。爱咱的母语，学习咱的母语，就是咧学习伫即块土地面顶，咱过去的祖先、咱的前辈，因伫即片土地生活的时阵，因安怎看世界，因安怎看人生。因安怎看咱的国家，其实是咧学习遮的，学习遮的，就是咧学习咱的文化，学习咱的历史，学习咱血管内面所流的血是代表什么精神？这就是对咱的母语学习会到的物件。所以母语袂使拍甲落去。我家己嘛感觉讲，足侪台湾的俗语我拢袂晓，这是足大的损失。阮爸爸、阮妈妈迄代人开喙合喙。拢是台湾的俗语，遐台湾的俗语拢足有智慧的，足有法度鼓舞人心的。比如讲，以前大家嘛知影讲做工仔人袂出头天，所以我就常常听我妈妈咧讲，工字袂出头，工字袂出头，就工这个字是出不了头的。讲工字袂出头，你得紧去读册，将来毋免做工较好会当辛苦趁食安尼。像讲工字袂出头，这是足好一句话内面就代表咱伫社会阶级内面，足想要往上爬迄种向上的精神。但是嘛是真侪人，伊嘛是劳动界的朋友安尼家庭要安怎？所以我嘛知影讲，像阮足省车的时阵，阮妈妈常常甲阮讲工字袂出头的同时，人伊嘛甲阮讲一枝草一点露，遮尔简单的话。就看到讲，阮爸爸妈妈因勤俭拍拼，毋是啥物白领阶级，毋是有读册，但是人伊讲一枝草一点露，知足就平安就是福，有量就是有福，有量就有福，平安就是福。这个物件其实拢充满人生的铁盒，足简单的物件，但是足鼓舞人心的物件。但是即摆囡仔连即种话都袂晓连这简单的俗语拢袂晓这就是咱的危机。所以世界母语日的时阵，咱李监局，咱李监局
台语文的文教基金会办正这活动，我希望大家当互咱的囡仔来参加，咱家己嘛来关心来参与，希望是安尼。今年世界母语日真正应该会变做较无共款，至少我感觉阮的责任也足无共款的。多谢大家，谢谢。